今次帶大家去一個歷史悠久嘅屋邨，佢1967年興建嘅，咁有富人屋邨嘅稱號，佢就係華富邨啦。除咗華富邨之外咧，香港仲有兩個富人屋邨嘅，咁一個就係北角邨，但係已經拆咗重建咗，變咗私人樓宇啦。而另外一個咧都係銅鑼灣三樣嘅麗德邨，呢三個屋苑咧都睇到海景嘅。華富邨咧已經確認咗重建㗎啦，咁重建嘅計劃咧喺呢個圖片嗰度，咁大家見到咧佢係分1A、1B 同埋第二期、第三期嘅。華富邨咧有分1期同2期嘅，一期咧就向海嗰邊嘅，風景係靚啲。2期咧就向山嗰邊嘅，都睇到海景嘅。咁1期咧就係建築嘅設計咧就 H 型嘅，咁2期咧就係井字形嘅。咁1A 期咧就係會預計2026年咧就完成淺藍色嗰個公屋建成咧，咁就將華富1期嘅華安樓、華樂樓咧嘅居民咧就搬去嗰度噶啦。華安樓同華樂樓咧就係我落車嘅起點啦，一陣間。咁至於1B 嗰度咧就係深藍色嗰度咧就會2030年咧就起我嘅公屋屋邨啦，咁就會將華富第2期嘅華泰樓、華昌樓嘅居民咧就搬去嗰邊嘅啦。至於華富邨重建第2期咧，就係綠色嗰部分咧，就係啲公屋起好之後咧，就搬走所有第1期華富邨第1期同第2期嘅剩餘啲村民搬去嗰邊。而華富邨第3期重建咧，就係所有原址安置晒所有居民之後咧，就拆卸華富邨第1期同埋第2期。跟住陸陸續續咧，就喺2040年咧，就陸續咧就建成咧，就變咗個新嘅村，就接納啲新嘅居民啦。咁第3期完成後咧，咁華富邨重建咧就完全就完成噶啦。咁我哋今日咧就帶大家去行下華富邨未重建之前嘅。搭呢架巴士就嚟到華富邨，我而家喺華富商場個巴士站落車，咁而家行去華富商場。講下歷史先啦，華富邨呢係1967年落成啊，佢都40幾年、50年啦。希望藉著呢條片呢，大家感受下華富邨未重建之前嘅樣貌啦，同埋氛圍啦，當係一個記錄咯。華富邨商場，咁呢個好遠㗎，啲圓紅喎，好得意，好多屋苑冇喎，喺呢度有喎。呢種印度橡樹好大棵，我諗都屹立咗喺度成50幾年啦，都應該。咁華富邨嘅屋苑嘅特色咧，建築特色咧就係 H， 即係雙塔式嘅，即係 H 型嘅公屋嚟嘅。瀑布灣道呢度都有圖書館啦，嗰度嗰啲已經係新嘅啦，以前。華富邨巴士總站，見唔見到嗰度係 H 型啦？個走廊咧係空曠，喺露台度，走廊係空曠地方。呢度就係華富1邨啦。華富邨咧出咗好多名人㗎，有陳慧琳啦、方力申啦、杜琪峰啦、周潤發原來都喺度住過㗎。大家見唔見到啊？嗰啲建築都好開揚啦，你睇過大門對住嗰個走廊，走廊就唔係密封嘅。你睇用啲陶瓷嚟嘅樓，而家好在有 lift，
而冇 lift 咧，行上去行落都幾係嘢，4層樓高，行翻去巴士總站，4、5層樓高。好啦，我哋而家望海邊，呢個華裕樓，呢個就係華裕樓 H， 我睇下係咪 H 型先。華裕樓，都廿幾層樓高應該，係依山而建。如果冇升降機上去咧，都行晒佢幾廿嘢唔止啊！嗱，而家咁樣見到 H 型啦，係咪都 H 啊？呢個就 H 型啦，建築啦，即係雙塔式建築。呢度睇日落嘅地方啊，但係今日日落應該唔靚啊！真係下邊有個好大嘅公園，誒見到嗎？南丫島3支發電廠嗰3支煙通啊！啊，今日天色唔靚，睇日落麻麻地啊！行去個公園睇下啦。今日啲太多雲啦，點睇日落咧？希望下次有機會咯。有個大嘅貨龍，南丫島見唔見個貨龍？嗰邊就貝沙灣豪宅區，華富村同貝沙灣相間好近，有個大貨龍。貝沙灣同華富村相映成趣。原來嗰陣時喺華富村嘅名咧，就因為華人富裕，希望有呢個，因為太多低下階層咧，希望基層人士咧都可以將來會富裕，所以就開咗呢個名。咁證實咗，如果住親呢度啲人都相當富裕，將來，所以係風水地嚟嘅都係。所以華富村起個名咧係起得好好。好啦，經過呢度落咗公園，經過呢度呢個廁所，我哋去瀑布灣公園啦。好得意啊！見到瀑布喺貝沙灣嗰邊喎。好啦，繼續行過，向住貝沙灣嗰邊行。貝沙灣啊，豪宅，呢間小學嚟嘅。哇，個課書行得都好慢下，行到嚟呢度。由呢條樓梯落去就係㗎啦，有警告字眼。冇得許可唔俾入啊！竟然唔俾入喎，都冇水啫，冬天應該俾啦係嘛？你唔俾人游水，俾人行入去睇風景都得㗎。真係嘗試下拍下個瀑布俾你睇啊！有位 cutie， I'm so cute， so cute， 哎呀 ，she's so cute。Yes. He's a puppy. 影唔到個瀑布啊，少少啦，瀑布喺嗰度。因為瀑布灣瀑布咧，可能安全問題唔俾入啦。咁喺網上咧揾到張相咧，大家可以欣賞下個瀑布幾靚啊！睇完瀑布灣嘅瀑布，一啲啲，我哋行返上去啦。華富村
都冇電梯行翻上去，或者冇 lift 站，跟呢個人行啦。呢個個籃球場。OK， 松華樓咁得意咁，瀑布道。去翻頭先個平台公園啊！嗱，大家睇下個走廊就喺外邊嘅，真係 H 型㗎，係咪咧？好啦，搭翻升降機上翻先。好啦，上翻華富村個商場，有間華富生活館。佢好多大廈咧，啲名咧都用呢隻咁嘅，即係畫個四方綠色四方卡咧去圖表述嘅喎。華富生活銀都冰室食炸雞髀嗰度冇開咯，執咗。係咯，呢間話山炸雞髀好好食噶嘛，已經唔營業啦。陸續可能都係收㗎啦，但係個商場好新喎，我諗個商場唔拆咯，我覺得，淨係拆啲樓。但係你睇每座建築物咧，個名咧係橙色圍住橙色黃底黑字，真係見到海景㗎呢度啲公屋。咁係1990年開始入伙嘅。即係而家嘅30幾年咯，但係睇落好似好舊，咁即係未重建嘅。嗱呢邊咧，呢啲咧就係華富村 H 型嘅，嗰邊就係 Y 型嘅華貴村，90年代興建嘅，入伙嘅，呢個60年代入伙嘅。咁咧，佢個走廊咧喺室內嘅啦，就唔同華富村為室內嘅。外邊有華貴村嘅商場，呢個係居屋嚟嘅，叫嘉龍苑，都係90年代入伙。我唔落去啦，呢度走咪遠高睇啦，因為佢仲未拆，同埋都冇咩景睇啊。叫香港仔啦嗰邊就。華貴村同埋嘉龍苑嘅貨平，富華冰室、華富二村，有間職業學校、長者中心啦，黃色呢度就係。東華三院黃少清上社中心，華富二村嘅華泰樓，你睇佢同華昌樓，佢應該同華富村裏頭啲建築方法唔同。嗱，佢冇華富村一村嗰啲每座樓嘅名冇咗嗰個特色。華富二村咧係用井嘅天井啊，即係四邊圍住有個天井嗰啲公屋，極之恐怖啊！我覺得恐怖啲啊 ，H 好啲。華昌樓點解係白底藍字嘅？唔係咁好喎。華富二村繼續上，但全部都係嗰啲井字嘅建築。我榕樹都好耐歷史啦，諗到同呢片村一樣。華景樓呢個華富二村嘅商場，嗱華景樓後邊咧已經重建緊㗎啦，其實見唔見到啊？但係都仲有人住喎，都仲未收樓咯，因為話即係今年收樓咯喎。有間惠康啦。唔入去啦，啲商場仔都冇乜嘢睇。見嗰間中學同埋貝沙灣啦，
亦都見到華富一村啦，同埋南丫島個發電廠啦，三子旗杆嗰個培英中學喎，有中樂團喎，間中學名校嚟喎。我哋買花，商場2層，哇！下邊好多商場都好多鋪頭都冇咗，見唔到啊？唔知係收咗港啊，定係唔學制已經關閉咗？係咯，民生節些咯。有電梯啊！我搭翻電梯落去。下邊仲有層個食肆嚟嘅喎，原來。咁呢個商都好大喎，呢個商場都。睇地下1樓、2樓、3樓、4樓，有商場、食肆，有街市。其實華富2村咧有個好靚嘅停車場，上邊有啲設施嘅，佢係橢圓形嘅。我諗上到呢望到個海都幾靚，不過我冇去到。我而家俾翻個圖你哋睇睇啦。翻嚟培英中學嗰邊，好啦，行翻落巴士站走啦。今日華富村一日遊就到此為止啦，拜拜。大家睇完呢條片，對於我 channel 有興趣就 subscribe 啦，撳埋鐘仔更加歡迎啊！如果對呢條片有咩意見嘅，可以 comment、like and share 啊！拜拜。